發生致命工業意外嘅係九龍城衙前塱道私人屋苑御門前，一個冷氣技工近中午喺11樓單位維修冷氣機期間，懷疑失足跌落2樓平台，昏迷送往廣華醫院搶救之後不治。消息話死者係冷氣師傅，同學徒2個人維修冷氣機，事主跨出平台作業。啱啱喺醫院度接觸咗家屬去了解個狀況嘅，咁知道死者38歲啦，係一個判頭嚟嘅。咁佢當時應該係做緊一個冷氣零件更換嘅工作，咁暫時未知咩原因高處墮下啦。似乎暫時現場所見呢係未有安全帶嘅，冇搭建棚架嘅。就咁擒出嚟嘅，好可能係。過去5年至少發生4宗涉及冷氣機維修工程嘅奪命工業意外。2021年，一個28歲嘅男技工喺鑽石山一個屋苑維修冷氣機期間，從35樓單位墮下死亡。根據現行法例規定，喺大廈外牆維修冷氣或者喉管等高空工作嘅時候，必須搭建懸空式棚架或者工作台，亦都必須佩戴安全帶。業主亦都有責任監督。啲工友出去之前咧，其實都要佩戴安全帶啦，同埋要有一個穩固嘅獨立救生繩。咁啲工人出去嗰陣時咧，其實佢係要扣喺嗰個獨立救生繩嘅情況之下咧，先至出去外牆做嘢咧，係比較安全啲嘅。業主方面咧，我諗都要加強監察啦，睇睇嗰個嗰個師傅佢出去佢有冇足夠嘅人手啊，足夠嘅設備啊。因為最終若果嗰個佢受僱嘅嗰個工友係有發生咗事故咧，嗰個業主其實佢嘅責任都非常之大。另外喺柴灣常達街，一個53歲男工人上晝9點幾喺水務署總部大樓地盤工作期間，懷疑失平衡，從3樓平台跌落2樓，距離大約4米高。佢身體多處受傷，送去東區醫院救治。據了解，佢當時冇佩戴安全帶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。發生